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咱的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兄弟备办心，咱来开始今日的主日礼拜。来吟会情诗，正是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福音正声。
上主的奴仆啊，恁着称赞，称赞上主的名，愿上主的名受称赞，对现在到永远，对即出的到日落的所在。咱做伙来吟圣诗，学罗上帝。圣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这歌的义，你这些恶路的民心我感谢，啊你福塞呀，无够。我心所坚定，我只好的目标，阳光点地下，拢无惊，青翠的草坡，你欢喜带愿意，哦，愿通甲你同欢喜。旷野大山坡，我有时行袂路，一生我先真艰苦，虽然对着来，甲看轻搁天照，要不主予我通求救，万民着真君，我的主，我认君，声音无听免冒温顺，天使甲世人通欢喜出大声，哦罗我的主先出名，我心所引无大日来主耶稣，是你叫我的我归路，是你教我命，只有你会相思，我欢喜感谢你咱游玩徛咧，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定是为嫁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公堂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39，伫咱圣诗的后面，圣诗的后面启应文39。
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因之地来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也无要阁有哀伤、嚎叫、痛痛。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面。佮甲我讲，已经成了。我就是阿里法，是欧米伽，是起头甲落尾的。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美妙的创造，互阮生活伫水的世界，阮享受逐项教业的丰富。恳求主上帝，互阮一生嘛要充满有水的生命，有丰盛的人生。虽然伫世间阮有苦难，但阮要安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较赢这个世间，恳求主上帝帮助阮，伫阮一生的路站，伫拄着艰难困苦的时，有主通靠，阮会重新徛起来；伫失意绝望的时，阮会靠主要得到安慰甲鼓励；伫悲伤流目屎的时，阮会靠主得到欢喜甲喜乐。当阮身躯病痛的时，阮要靠主得到快乐甲医治。互阮的一生常常经验甲主上帝同在。互阮一生所做的，拢是伫荣耀主上帝。恳求怜悯的主上帝，阮也认阮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要赦免阮的罪，洗清阮一切的不义。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魂痛悔的人。我嘛要好胆就近施恩的宝座前，来得到怜悯、蒙恩惠，做阮逐时的帮赞。恳求主按你的慈爱款待阮。按你丰盛的仁慈，擦消阮的过犯，通通过主耶稣十字架顶救恩的功劳，互阮的罪得到赦免，互阮伫主基督的内面，阮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拢要变成新的。恳求主上帝帮助阮，一生行公义。好灵敏，我要存谦卑的心，一世人甲上帝同行。阮也无掠家己已经得到，只有一项事，就是袂记你以前遐个歹个拍拼头前，所插的标来跑走。伫落尾，阮要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对顶面吊阮来的迄个奖赏。愿阮伫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主的正手有永远的福乐。主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阮，
阮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思阮命圣歌队献诗，因要带咱来学习上帝袂捌有的暗暝。恭读上帝的话，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咱们为45节看到51节。约翰福音书第1章45节到51节。腓力拄着拿但业，对伊讲：
摩西伫律法书所写，以及先知所记载迄位，阮已经有拄着，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应讲，拿撒勒迄款所在，检会出甚物好物？为了甲伊讲，你来看。耶稣看到拿但业行过来，就讲：恁看，伊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拢无虚假。拿但业问耶稣：你哪会捌我？耶稣甲伊讲：为了还袂叫你，我就看到你伫迄丛无花果树骹。拿但业应讲：rab比，你是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应讲：因为我甲你讲，我有看到你伫迄丛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哦。你会看到比这搁较大的事。耶稣搁甲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会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落往来。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的光，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的光，提醒我的主。张雅慧传道代表台湾新学院来请安，伊要正道的题目有啥物好？各位学者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甲大家伫咧遮来做伙敬拜上帝。我代表台湾新学院所有的老师、学生，感谢咱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关心带导，有机会来伫咧遮甲大家报告请安。想讲一开始先用一个短短影片，甲大家介绍即马新学院的状况，请同工帮我放一个影片。难道我们在敬拜不是这个或是各样的仪式中来认识神，这样就足够了吗？另外一个十字架的不是这个意义呢，影片不只是对上帝。谢谢。阮地主的迄个时阵开始，咱就行往真捌听的信仰旅程。这也是属于家己的旅程，攀起家己的十字架，不管紧也是慢，咱拢正全力向前，总是有真济咱料想袂到的情形。所以，咱免会感觉孤单无伴，甚至会感觉野生就要放弃。上帝的疼是超过咱会通理解的疼，这个疼显现出咱生命中的美好，也是陪伴咱度
过困难甲挑战的力量。爱是被呵护，爱是支持到底，爱是一种陪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的外婆，上帝和我的家人，想到我的爸爸，被误会、不被了解，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非常无助的时候，去到漂亮的地方旅行的时候，接收到有小礼物跟这个点心的时候，上帝听啊，是非常的丰富。伊通过一人的分享的中间，咱会更加了解到上帝听。就亲像圣经所记载讲，上帝听世间人。咱要唔捌伊的时阵，上帝就大声听咱。也因为听因果，耶稣愿意行用世界这个道路。也因为听因果，耶稣对四个带予咱拯救的光芒。主要是在时间上面的管理，越来越会自我怀疑，也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很迷茫。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人和神产生更好的连接。学校有很多的资源跟机会，可以让我去学习我不足的地方。我们未来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必须要思考到我们未来服事的对象，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福音，把这个好消息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他们。以前我们设定的是讲道跟查经为主，但是进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的行政、总务、管理的事务也要我们来参与。不同人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很难用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来满足不同会友的需要。但真的进入教会之后，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同工不足的问题。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学习他，了解每个羊群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能力，我们也满足羊群的需要。学习到更多了解自己的有限，更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上帝的能力，也寻找同工，也陪伴他们一起来学习，我们都从当中一起得到成长。大城伫台湾的社会内面，只是一个小型的宗教研修学校，关煞会当行过152年。在这个过程中，毋但看见上帝的恩典，也看见兄弟姊妹因为听，透过实际的行动、金钱的奉献来去做这间神学院。这款听并无因为时间消失，而还阁留存伫这个校园的各所在，得到永远。亲像圣经尼希米记2章18节所讲，我甲因讲，我的上帝的手怎样帮助我？甲王对我讲什么话？因讲，咱起来去做。对安尼，因奋勇做一个好的工。兄弟姊妹，邀请咱做伙手牵手，为着台湾新学院的未来，奉献出咱的一份力量。听是付出甲奉献，也是一款真正的承诺。伊的计划，互咱伫听的中间向前；伊的计划，互咱伫听的中间得到完全。虽然每一个人的脚步无同，无论头前安怎，咱还佫继续向前跑走，行往对上帝有信、对人有听、对土地有情的意向。多谢东港帮我放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就是记录即马新学院的状况。我毋知大家有人去过台湾新学院无？如果若毋捌去过，你可能会感觉足远的吼，伫咧台北的阳明山顶头。平常时咱伫咧教会拢会感觉新学院是真远的所在。我会记得较早我伫咧教会内底，嘛是感觉新学院的人
只有平常时看到牧师啊，还是像即个主日有人来请安，其他拢真难得看到吼，所以对伊较陌生，嘛毋知影新学院甲咱教会有啥物关系。我伫咧还未去新学院读新学院的进前，我伫咧大学教册教差不多10外年，我对新学院很陌生。不过咧，我啥怎会去读新学院，就是因为我伫咧大学教册的科系是宗教系，我宗教系学生啊，拢是一寡民间信仰，有道士，有迄个公主，有迄个算麻仙，青草师傅，拢有。伫咧甲因教册的即个相处的过程中啊，我时常感觉讲我诚做一个基督徒，我对上帝认捌真有限，不如民间信仰的人呢，伊对因民间的信仰的认捌，所以我深深反省了后，我才去读新学院。我去读新学院几冬，我捌伫咧新学院的迄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伫咧新学院办一个福音茶会，福音的茶会，然后咧，我就去邀请一个朋友，未信主的朋友，阮每一个人拢爱邀请一个未信主的朋友，带伊去参加即个福音茶会，老实讲，我嘛无把握，一个福音茶会，有啥物能力，有啥物款的功效，会使带人信主，就带伊去，伫咧即个福音茶会呢，新学院的老师甲牧师，伊就将教互阮的每一款的知识甲听书，阮就按照老师所教的甲完成，然后就结束，就大家就转去啊。奇迹真正有发生，尾我带的朋友，就伫咧真奇妙的机会，变做一个基督徒。即马呢，伊伫咧教会服侍，非常的喜乐，伊定定都带人去教会，定定都甲别人讲信耶稣真好，来教会真好。所以新学院呢，伊嘛是一个传福音的所在。伊不止培养传福音的人，伊嘛是一个传福音的所在。所以不管是教会还是新学院，咱拢是上帝所拣选来为伊的福音努力，来做即个人间一个传教者。真感谢咱地方教会对新学院的支持。望咱兄弟姊妹继续因对上帝来听心，来支持台湾新学院。咱来做伙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历史历代，你拣选下你旨意，你所欢喜的人来甲你同工传福音。伫咧即个世间备办新学院来训练传教者，将传教者派到每一个教会来甲兄弟姊妹做伙同工，伫咧即个社会每一个角落来将你的听、你的福音来宣传。愿你的听继续甲阮伫地，阮每一个教会拢诚做是一个福音的光塔，搁较侪人会使透过教会来认捌你。阮今仔的聚会，阮的信息也求你掌权，愿你的神同在，拆开你话语的奥妙，互阮搁较认捌你，也搁较认捌阮每一个人身躯上有你美好的计划。愿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虽然无相捌，咱每一个人拢伫咧无共款的所在，不一样的位置伫咧工作服侍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今仔的天气遮尔好，礼拜时一般的人拢伫咧即个时阵呢，出去佚佗，出去食好料的，出去欢喜快乐。恁煞拢坐伫遮，我相信这无其他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咱每一个人，恁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所拣选的人，要创啥物呢？上帝要拣选的人，会做有啥物呢？我较早从来毋捌想过讲，我会变做去读新学院，然后咧做一个为上帝来讲话的人。我也是第一代基督徒，我的老爸咧是风水师傅，我自细汉咧是伫咧蒙阿堡大汉咧，
较早咧，我的老爸甲我讲，你若毋读册就来做工，所以我人生真早5望只有咧，莫阁做工啊，因为足忝诶，所以我就拼命读册。敢若有即个希望讲，希望咧日子看会使较看活咧无？然后读册读诶，才发现讲，奇怪，偏偏是人，哪会差遮济？有诶人咧，敢若足看活诶，哪会像我诶家庭，阮每一个人拢敢若咧拢足辛苦诶。伫咧迄当阵小小诶心灵我接受诶信仰，甲我讲这是因为这每一个人诶业障无共款，每一个人咧顶世人咧所欠诶债无共款，所以来到即个世间咧状况都无共款。所以较早在我还未信主之前我敢若有一个愿望，就是人咧活咧互相拢是相欠债。较早行了较早解脱，安尼看有较快活的生活无？所以人生只有一个愿望，看会使较快活无？要无记过这人生诶拢无较快活这虽然要做好代志，要脱离即个业障我发现真困难人真脆弱随时拢咧犯罪，所以咧这个罪拢愈来愈重。因此呢，人生拢离快活拢真远就算读足侪册做足侪代志嘛是共款有足侪挑战所以就真艰苦有一阵仔的时间，大家拢咧流行忧郁症我嘛是捌有即款的经验加在上帝咧派我的学妹派天使来甲我传福音，甲我带去教会。然后我才去教会，才了解讲原来不管我欠人偌济债拢有一个人会替我还，就是伫咧十字架顶的耶稣伊替我还所有的债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咧真幸福，来甲教会有兄弟姊妹会听，有真侪好朋友那毋知安怎真奇妙，就心内有一个声音呼召来跟对伊。然后咧，伫咧真奥妙真奇妙，上帝带领我。虽然已经做10多年的大学教授嘛伫咧大学的辅导中心做要10年的辅导主任看到真侪人虽然呢生活无问题，虽然呢有真侪财物财富，不过呢人生呢感觉真无愿望佫真侪人呢敢若伊的人生行袂落去。所以迄当阵我就去神学院去装备，想讲要搁较明白上帝，搁较要明白我即世人，我活伫咧即个世间有啥物款的使命，会使为上帝、为人做啥物。然后就拄着真侪甲我共款的兄弟姊妹伫咧神学院，大家来做伙学习。虽然各位恁无伫咧神学院，你伫咧地方教会，我知恁嘛是常常带领人来信耶稣，恁嘛真愿望甲恁所领受的恩典来甲大家分享。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拣选的门徒，上帝所拣选的门徒行到今仔，未来会发生啥物代志，我毋知影恁捌有想过无？恁有捌怀疑过无？讲我行到呾做上帝的门徒遮尔久过来会发生啥物无？我毋知你有想过无？如果若有想过，我今仔想讲要透过即个经文甲大家来了解做一个上帝的门徒，跟对上帝人可能会拄着啥物代志。今仔的圣经呢，记载耶稣伫咧加利利湖边开始呼召伊的门徒。伊上早呼召的2个门徒，就是彼得甲伊的小弟安德烈。然后就是咱今仔读的这段圣经，有2个人，一个叫做腓利，一个叫做拿但业。总共即个约翰福音遮来记载4个人。这4个人呢，真无共款。根据圣经的记载，安德烈这个人，伊是一个真特别的人。咱若看伊
伫咧圣经内底的作为，咱会看伊咧，伊是真愿意甲人带到耶稣面头前的人。像伊拄着耶稣，然后咧，伊就紧甲伊的兄哥带来见耶稣。圣经嘛捌记载，伊毋但甲伊的兄哥带来见耶稣，嘛甲外邦人来带来见耶稣。伊是一个真愿意甲人带来见耶稣的人。伫咧旷野5000个人咧听耶稣讲道无物件通食的时阵，嘛是安得了即个人伊甲有炸鱼甲饼的人来带到耶稣面头前。所以伊咧大家的印象，伊就是真愿意甲人带到甲别人熟悉，甲有的人带去分享，无的人伊是一款真愿意甲人斗阵，真愿意甲人分享的一个人。然后彼得，大家都知影彼得大家较熟常常咱咧听讲道，拢会认捌彼得的人彼得即个人有人讲伊是一个真看到代志就真敢去做真有胆真有胆可是伊即个胆咧无法度挡真久伊咧较冲动冲出去看到耶稣伫咧海面上咧行水面上咧行伊就想要去可是咧一踏出骹伊就开始惊所以有真侪人咧拢咧分享这彼得即个人伊是较冲动真敢做毋过咧佫小可无胆的人然后今仔即个腓利伊呢去拄到耶稣了伊就食好斗相报，就紧甲拿大言讲，紧来看，紧来看我拄到圣经所写的迄个先知我已经拄到所以伊是一个真热心的人如果咱若看圣经其他所在的记载嘛会看到拿但业即个人咱像对地方上的一寡事物拢真熟悉的人所以耶稣咧问讲即摆大家拢无通食要安怎的时阵，头一个问的就是拿但业所以拿但业可能是一个地方上会使互人真会使信任有哪有代志拢会头一个想要去请教伊的人这是腓利一个特色然后就过来就是头拄仔是讲的迄个腓利，然后拿但业即个人伫咧即段圣经内底讲到伊呢是一个的确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心内呢拢无诡诈表示即个人真挑剔真挑剔无弯巧有话就讲，心内有啥物话就讲真挑剔的人所以四个人会使讲四个无共款的个性因此呢，我就是咧想回想我做耶稣的门徒，跟对耶稣来到教会遮尔久常常呢，我嘛会听到其他的人甲我拄着共款的代志，就是爱甲无共款的人做伙来同工，甲无共款的人做伙来同工这是咱做耶稣的门徒，每一个人拢会拄着的代志无共款的人做伙同工，这实在是一个真好的代志。老实讲像我是一个较粗心都无法度呢太在乎细节较幼的代志我就较无法度遐尼仔细我较无法度都有人呢就有法度呢较幼的代志伊拢有法度管教所以大家拢无共款会使同工，这是真好的代志。不过呢，大家拢无共款来同工嘛是真有挑战因为有的人看重的是大的方向，有的人看的呢是细节所以有时嘛真侪挑战对到呢，即个世间都真侪学问，真侪学问咧研究安怎甲无共款的人来同工这每一个人无共款的特色要做伙这是咱做门徒常常会拄着的我家己是伫咧新学院内底有一个叫做灵性咨商即个科系阮即摆还佫有灵性照顾的在职专班即款的科系拢是教育部立案的科系阮咧研究的物件，就是甲
伫咧即个信仰的基础顶面，看安怎来应用心理学的专业来帮助人。阮常常发现，真侪人来找求即款的学问的，拢是想讲要知影安怎甲无共款的人来相处，来相处。不管用什么款的方法，大家拢有一个结论，大家拢有一个结论。像我有时去企业，有时去学校演讲，讲到最后，阮大家拢有一个共款的结论。就算大家拢无共款，毋过每一个人拢伫咧伊家己的个性顶头显现上帝水的形象。譬如讲，有个人咧，真严，这个歹势，我过来用国语讲啊，我今日若搁用台语，我袂练顿讲袂出来，讲袂了啊。这个我们会发现这个每一种人呢都不一样啊。那你仔细的看每一种人的特色，有些人呢他很看重细节，他非常的严正啊。这呢刚好彰显了这个上帝他非常公义正直的这一个形象。有些人非常的热心，有的人就热心的，非常的热心，他呢就彰显了这个上帝慈悲怜悯的形象。有的人呢，伊凡事都很喜欢把每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这个完满，让这个荣耀呢归于神，那这个呢就彰显了上帝荣耀的形象。有的人就浪漫的，很有美感，伊所想的代志拢真水的代志，他就彰显了上帝这种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有的人就有智慧，这个每一项代志伊拢查考足完整的，他呢做很深的研究，他就彰显了上帝智慧的形象。有的人伊使命必达，伊呢非常的忠诚信实，他呢彰显了上帝这个他的应允永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有的人呢，伊就较趣味，这个见闻广博，伊敢若知影足侪代志，会使分享足侪代志，甲伊做伙，感觉足趣味的安尼，那就彰显了这个上帝丰富的这个形象。有的人呢，伊呢真够带领，伊真有这个领导这款的官兵甲温顺，他就彰显了这个上帝带领保护的形象。有的人真温顺，真和平，真好参详，真好斗阵，他就彰显了这个上帝这种亲和和平的形象。所以，我每一届出去甲人在分享这款心理学对每一个人无同款的特色，这款的学问的时阵讲到尾大家拢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原来上帝伫咧倒咧，原来上帝就是所有的人的集合顶后都会看到上帝。当我们所有不同的人的个性、不同人的特色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彰显上帝的形象。所以呢，咱甲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人同工，这虽然是挑战，不过咱也会使同心合作，互相来配合，互相截长补短。你的优点，伊的优点，大家每一个人的优点，拢会使做伙来贡献，来做上帝的事工。哇，这上帝的形象就在我们这个群体来彰显，不是一个人身上，而是所有人身上。所以军队的上帝做耶稣的门徒，头一件咱会拄到的状况，就是爱甲足侪人同工。安怎伫咧甲足侪人同工的中间，咱大家做伙来显现上帝赏赐互咱每一个人水的这个形象。这就是咱头一个功课，这搞不好也是一生的功课。阮伫咧神学院常常都爱做这款的操练，做这款的练习所以呢，这是我第一个军队耶稣头一个心得。过来第二个心得是啥呢？他拄仔咱读到这个拿但业，伊讲迄个拿撒勒迄个所在有啥物会使出啥物好物呢？可以出什么好的呢？
我毋知影大家有即款的经验无？做一个基督徒做足久啊，有时啊拢会想，我做一个基督徒有啥物好呢？哦，一工假毋来读圣经，哦啊拜六礼拜人咧佚佗，哦我煞坐伫咧遮，哦也袂使去佚佗，哦啊别人的脸书，哦顶头咧拢是哦好食的面，啊水的风景，哦啊真侪，足侪人，互人足羡慕的。哦，我做一个基督徒，到底有啥物好呢？我是熟悉真侪兄弟姊妹，因做基督徒真久，哦，因无像到一般的人所想象的，哦，个基督徒哪像咧，拢食穿拢毋免烦恼，哦，啊，拢足美满幸福的，哦，我熟悉真侪基督徒，因毋是过即款的日子。因嘛是爱真温困、辛苦咧拍拼做工课，哦，有时啊，因的工课呢，都毋知影讲我今仔做了后，明仔载的工课伫倒，哦，今年的合约啊结束了后，即马伫咧年底啊，明年的敢还佫有合约，哦，甚至呢，有的基督徒的佫真凄惨，哦，在张师长才甲我分享伊一个朋友，哦，去到教会了后，拄到真侪困难的代志。啊，不论是大的所在，包括伊家己的身躯，拢拄着意外来受伤。啊，我家己咧，我家己要拄着的代志，我若讲出来，可能咧，恁嘛会感觉足惊吓的。我捌伫咧学校的礼拜中，讲2分钟我家己的故事。头前几排学生就开始拢在咧流目屎。我家己有时仔嘛真怀疑，到底做一个基督徒服侍上帝有啥物好诶？哪像即个拿但业，这有啥物好呢？到底有啥物好呢？恁毋知有即款的疑问无？老实讲，我昨日甲顶礼拜六，才跋一倒，啊，然后咧昨日咧，因为要身体检查，身体检查，食一寡迄落落屎药啊，食，结果咧电解质失调，半暝仔咧就送去急诊，安尼，伫咧迄个急诊的所在，这外邦人来看，恁基督徒嘛是共款会落屎，嘛是共款爱急诊，我会记较早，阮老爸是迄个风水师傅，我信主了后，我甲伊招来去教会。阮老爸讲，基督徒有啥物好？因为阮老爸是做风水的嘛，待死人的。基督徒嘛是会死啊，嘛是我待的啊。伊的梦嘛是我做的啊。阮老爸还袂做梦进前的起厝，伊讲我嘛捌去过教会啊。基督徒有啥物好？去教会有啥物好？加在伊尾也有信主啊。毋过伊还袂信主的时阵，伊拢定定问我基督徒有啥物好？其实我嘛讲无啥会出来。有时要甲人比好的，实在比袂过，毋是基督徒的。我伫咧较早伫咧大学教册的时阵，我住伫咧大学边啊。我大学边啊厝边，拢毋是基督徒。因呢，拢过啊比我较快活。所以我若要用基督徒有啥物好去传福音。实在真困难，真困难。到底基督徒有啥物好？我去读神学院，我嘛还搁咧问，到底基督徒有啥物好？到底去读神学院有啥物好？到底每一礼拜来教会服侍有啥物好？我毋知影恁有安尼想无？如果恁若有安尼想，我今仔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要甲大家分享。啥物心得咧？我有一个经验，啥物款的经验？就是因为我定定拢真无闲，定定拢服侍，无啥物时间佚佗，直到咧今年的暑假，师长咧叫我爱放一个假，带我出去佚佗。伊就甲我讲伊要带我去一个所在，迄个所在呢有枯木甲沼泽，迄个树仔拢孤打去啊，迄个水拢是一滩的死水，伊讲要带我去看迄，树仔拢孤打，迄个拢水一窟水伫咧遐，死水，
有啥物好？有啥物好佚佗？恁来想要去无？哦，有啥物好佚佗吼？伊讲行啦，来去啦吼，放一个假啦，休困一下吼，我就甲伊去。沿路吼一直行吼，本来想讲有接驳车会使直接开到遐，结果迄天去拄好无接驳车，然后阮只好往行足久诶。我咧路边一直看，吼也无较水啊，吼行足久，行到尾人鼻喘，吼，阮两个人加起来要120岁啊，两个加起来要120岁啊，吼，两个人啊一直行，行到骹足酸诶，腰足酸诶，佫鼻口菜。我想讲，我哪会遮阿西啊？阮老爸拢骂阮阿西吼，好诶少奶奶毋做，吼要去做上帝奴仆，哪会遮阿西吼？所以我咧路就想起阮老爸讲啊，我哪会遮阿西啊？吼，咧住喺眠床诶倒休困，毋休困，所以来遮爬甲忝甲要死，到底去看一堆迄落打去诶树木，甲迄落。一窟死水，这到底是有啥物好？高不三种吼，人少就来去，行到位啊，喘甲皮喘师长甲我讲够啊！我一看边就拢迄落泥巴啊吼，无就迄落空骨里啊，无啥物啊。伊讲还佫为迄落水沟佫行落去啦安尼，水沟臭水沟佫爱行落去哦，我就。心内就一直咧碎念讲，高大诶树，一窟死水是有啥物好？结果就行到遐，就是安尼。恁去过无？伫咧隔壁南投诶忘忧森林，有水无？哇！我去到遐去到遐看到遐足水吼，歹势我诶相机较无好，翕起来敢若安尼尔。你若去到迄个所在。真正，迄拢打去的树木，嘛是一窟死水。不过呢，互你心情加足好诶，所以伊叫做忘忧森林，就是讲你爬到遐了后啊，你一寡忧愁，你一寡烦恼拢会袂记哩。真正诶呢，我去你甲顶头了后啊，头前安尼喘甲要死，忝甲要死，遐酸痛，哪像拢袂记哩啊！我甲师长两个人啊，就开始一直翕相，伫咧遐至少蹛佚佗点外钟，拢是高大诶树木，拢是一窟死水。本来想讲有啥物好，你若往你诶头脑、你诶理性来想，有啥物好佚佗？奇妙诶，就是讲去到遐真正好佚佗。去到遐，所有诶人拢袂记你头前诶烦恼，袂记你所有诶身躯病痛，拢袂记你，敢若伫遐享受迄个环境，蹛遐足快乐诶，所以我为即个经验嘛，我就咧想，咱即马做基督徒是毋是无啥物好？咱即马做基督徒，你看透早人礼拜咧困甲足粗饱诶，咱透早就爱来唱歌，咱透早就爱来斗相共拼教会。有时啊，佫爱斗教迄落主日学，甲遐囡仔盘烂。有时啊呢，周间佮佫为着要服侍上帝，爱陪人读圣经，陪人祈祷，爱去探访，足辛苦诶。到底有啥物好？忝甲要死，是毋是即款诶经验？进前这彼得就捌问过耶稣，彼得问耶稣讲。老师啊，阮拢已经放杀一切军队里啊，阮会得到啥物？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恁遮个军队我诶人，到时间到诶时阵，一切拢要换新。恁会看到即个宝座前，人主坐伫遐，恁嘛拢要坐伫咧宝座顶，恁要甲上帝诶囝同登宝座。今仔诶经文佫甲咱讲，耶稣最后。甲拿大言因讲啥物？耶稣最后讲：恁将来要看见搁较大诶事，所以伊讲：你将来要看天拍开啊，上帝诶所有诶天使来去去，迄款诶壮观。各位兄弟姊妹，恁头拄仔有感觉咱圣歌队唱歌唱了足好听诶无？恁有感觉来听圣歌队唱歌？哇！本来还袂入教会进前。
搁心内可能搁有一寡看路，搁有一寡压杂。来听圣歌队唱歌了后，哇，心拢开。恁头拄有即款经验无？有对毋对？如果恁若感觉安尼已经有够好啊，我要甲你讲，耶稣讲实实在在要甲恁讲，将来恁要看见更较大诶，恁要看见天开啊，恁要看见宝座，恁要看见有足侪天使。到时阵，伫咧新天新地诶时阵，恁会看见所有诶圣徒，毋那干那咱圣歌队尔，规山满山满群，所有诶圣徒拢拄遐唱歌学到上帝，就那像我背即个忘忧森林共款，足辛苦，一直背一直背。不过你将来你去到遐真奇妙，虽然孤单诶手甲一窟死水，伊嘛会互你带来真大诶快乐，互你真侪烦恼拢袂记哩。这就是咱服侍军队上帝，将来咱要拄着，咱将来会面临的一个结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你愿意为着迄个将来更较大的美好，继续服侍上帝无？如果你愿意，我即马要请东江搁放一个影片，甲恁介绍来新学院装备会得到真丰富的经历。来，请为头开始，谢谢。难道我们在敬拜或是各样的仪式中来认识神，这样就足够了吗？十字架的意义呢，不只是对上帝的信，也包括对人的爱。我们灵资跟灵性照顾在职专班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一群老师，经过他们整合神学传授给学生，透过学生实习中的实际操作，加上老师的督导，将学理跟技术整合成专业的技能，包括心理咨商专业、社会工作、临床助人的实务技巧。我们有各种不同专业视角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人，也更认识神，也在陪伴个案的过程中引领他经历上帝的恩典。我相信因着有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带领，那所有的人来到神学院的装备，不只是学了技能，不只是更认识主而已，他会更经历自己丰富的人生。各位兄弟姊妹，我是一个含慢讲话的人哦，自细汉甲老爸伫咧蒙阿埔大汉的，做工大汉的啊。毋过我伫咧遮要真诚实甲大家讲，来装备服侍上帝是一个真奇妙的代志。哪像咧，你去到一个真奇妙的环境，你有一个奇妙，你无法度用你的言语来形容即款的快乐啊。较早我教册的时候，我的学生拢一寡道士，一寡民间信仰公主，足侪款人。即马我伫咧神学院教册，我的灵性咨商组甲照顾在职专班，拢是啥物款学生呢？阮的医生来装备，有护士，有律师，有老师，有开4间公司的头家，有真侪款无共款诶阁有一个导演无共款各行各业的人，因拢因为想要经历丰丰富富，因较早毋捌经历的即款的人生来甲神学院装备，因嘛为着毋若互家己经历即款的丰富，也要帮助别人经验即款的丰富来装备。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即马已经感觉你的生活真满足啊，我要甲你讲，阁有更较好的、更较大的、更较奇妙的经历在等你。望所有兄弟姊妹，来做伙来拍拼，做伙来努力，来神学院装备，做伙来服侍上帝。咱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的听，赏赐阮每一个人恩典，赏赐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财物，也赏赐阮永远的活命。感谢你伫咧逐世代呼召无共款的人来做伙同工。用无共款的专业来帮助人，来听人。当阮即马每一个人拢受你的呼召，伫咧你的面前，愿你的神来启示阮每一个人，
互阮每一个人搁较清楚，你疼阮，你意爱阮的服侍。啊，望阮每一个人会当通过这个服侍，将你的疼来分享搁较侪人。愿主耶稣祝福咱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伫个生活中诚做水的阳光来荣耀上帝。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工作，甲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躯的健康。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第331首，我做基督兵丁，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做基督兵丁。我做基督兵丁，着无打真情。真济，直接来奉献，录音即书甲摇身即书来施献。
这请坐。还未报告的大声，咱来掀开周报的第3页，咱来读即礼拜的金句。我念一遍，请兄弟陪我念2遍。耶稣阁甲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会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落往来。约翰福音1章51节，来兄弟请。耶稣阁甲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会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落往来。约翰福音1章51节，搁一遍。耶稣阁甲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会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落往来。约翰福音1章51节，这是咱每一个人的愿望吼，要看见天开，上帝天使伫人子的身上来来去去吼。啊，我一生的愿望就是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咱来看周报的第3页本周的聚会表伫遮。邀请咱兄弟吼，尽量伫周间，咱会当经一个适合的团契，也是聚会时间来参与这周间聚会。无论是这个四海读经，也是这个乐龄教室、健康促进教室，各团契拜六兄弟团契的查经拜3的祈祷会，咱会当找一个适合家己的来参加吼。安尼希望咱拢有一人一团契的归属。礼拜事奉表请咱家己斟酌看。咱负责的同工若组合上无好势，会记哩爱请假找人来代理爱甲咱的干事讲一下。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教会消息。今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新学院派。张雅慧传道师来咱遮请安甲讲道代表教会甲伊说多谢。请咱兄弟特别为着新学院的事工来祈祷，嘛为着因来奉献。第2礼拜后，咱有爱餐感谢苏小姐伊的准备吼食饭了后，请恁爱小组来整理遮的厨房吼。第3，今日中昼12点伫3楼会议室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若要请假的，记哩甲中执会书记讲一下。第4项，对11月份开始咱的牧师开始来伫教会牧会。咱兄弟若要联络牧师，会当直接敲即个牧师馆的电话就是这个。22017150这支电话。咱周报的方面周报的方面嘛有2位牧师的手机你若要找牧师，会当直接咱这个周报的方面你甲放一个踮你的客厅还是你的厝内要敲电话找牧师，你就直接敲这2支第5，咱伫12月初8。牧师上任礼拜迄天的下晡5点半，迄天的暗顿教会要办即个欢迎牧师的餐会，伫遮邀请咱兄弟踊跃参加，因为你的参加就是表示对咱新牧师的欢迎这真要紧咱欢迎咱规家伙拢踊跃来参加即个餐会，报名费是一个人100块。请你甲你所属的关怀小组来报名交费，因为咱这个办道是实名制，就是每一道迄名拢是会爱固定，因为莫讨济浪费所以互办理的执事较好势，所以咱爱报名占位就是你若即个囡仔是国民学校你的判断，你若感觉要互伊坐一位，你就爱报名交100块。较要紧，咱中间
若要邀请恁来参加即个餐会，恁若无伫，也袂编入去关怀小组，咱会来参加礼拜，咱遮的兄弟嘛非常欢迎你报名来参加牧师的餐会，这是表示对牧师的欢迎吼。恁要安怎报名？恁就去办公室，甲伊交100块，甲你的名甲伊讲，安尼，请你会记你去办公室报名。你若无伫关怀小组内底的兄弟，请你去办公室来报名，这到11月底来截止。第六，咱宪歌队顶礼拜六选出新的年度队长是尤乃基。第七，即个拜三祈祷会特别要为着信息小组甲节制小组来带导，欢迎咱兄弟来参加。第八，咱伫即个11月23有2025年即个全教会事工的研讨会，请咱各团契会长邀请恁的委员同工做伙来参加。这是咱一年一届为着要明年教会事工的整合一个真重要的会议。请咱遮的同工尽量爱半价参加第九，咱11月24是咱的感恩节礼拜，11月24是咱的感恩节礼拜，礼拜后要进行圣诞节的布置，这需要真侪骹手，有当时爱做小工，有当时爱挂遮的圣诞的迄个装摊的物件，所以欢迎兄弟迄天准备咱布鞋穿咧，裤穿穿较溜咧咱做伙来动手布置家己的教会，我感觉这是一件真水的代志啦尽量咱来参加。第十，咱家己若要买圣诞歌的我看这圣诞迄落办公室已经登记足济咱家己去登记所以我无爱搁一只重复这个登记甲今日截止你若要买家己要买圣诞歌，要送这亲情朋友厝边这到今日截止第11，咱遮有即个4年读经计划进度请咱家己看。第5页，咱来团契甲小组的消息咱今日有聚会青少年团契伫11点20，伫5楼副堂有聚会。少年团契咱爱餐了后伫1楼副堂有请王贤林长老要来专题分享这是少年团契的聚会，欢迎咱踊跃参加。你无伫少年团契你嘛用去参加啦伊这团契的聚会，毋是讲干那爱 KU 才会使参加所以讲你若有时间留步尽量来参加这的聚会，会当互你得到造就啦咱拜四共款有4海读经班这咱继续来参加。兄弟团契礼拜六有即个查经班读圣经咱咧读罗马书，欢迎咱来参加主日学伫后礼拜日有即个年饭即个同工的聚餐请已经报名的咱家己滴家己前往参加社青团契伫11月24礼拜后要配合咱即个教会的圣诞布置啦请咱踊跃来参加。过来天开周报的第6页，遮有迄个11月份的寿星的庆生咱等下来替因唱即个生日快乐咱请负责的同工进来分即个生日礼物集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咱来等者，咱伫集体的大道中来替因祈祷第7页，周报的第7页有咱顶礼拜的奉献报告请咱家己详细看。名单也是金额有错误的，请免客气用即个财务部长朱组长老来反映更正下面咱就来先来庆生咱请11月份的寿星请咱徛起来咱请同工进来分即个生日礼物11月份的寿星，请你徛起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摕到就用坐落来，有摕到礼物就用坐落来。
啊嘛要拜托咱兄弟吼，你若知影你有恁兜的人有伫这名单内底吼，嘛免客气，先煞甲朱会技师领伊的即个生日礼物吼，因为安尼吼较袂分甲真头疼吼。你若知会用斗摕转去吼，11月份的，无伫这名单内面，只要你是11月份生日的吼，啊，拢会当甲朱会技师讲一下吼，咱嘛会当补还吼。啊，再来，咱要来，因为咱伫遮内面有一两位新的朋友啦吼，啊，因为伊无方便，伊讲无要介绍，啊，我嘛代表教会啦吼，伫遮啊欢迎恁吼，啊来参加阮的礼拜，啊，希望伫主的内面啊祝福伫恁吼，啊，咱即马要为着集体，咱做伙来祈祷，啊，咱来伫圣殿内面，啊，我邀请咱兄弟。你着为着家己祈祷，为着你的关心的、恁厝里的人，还是你所知有困难的人，身体无好的，替因祈祷。咱伫遮做伙祈祷，即个气力是大的。上帝要应允，上帝要听。嘛有真侪有拄着困难，特别伫工作顶面、经济。也是社会因遮的公司就职的问题，啊，精神忧郁，遮所拄着的，我邀请咱兄弟，咱要开喙，咱伫下面讲道的时间，咱家己祈祷，恳求上帝怜悯帮助咱做伙来祈祷。慈悲听阮的上帝，求你怜悯阮，求你怜悯阮。阮有侪侪的需要，阮有侪侪的挑战、试炼。主啊，你拢知。主啊，愿你听阮的祈祷。因为阮出自内心的呼求，主啊，你要应允，阮要好胆向你来求讨。主啊，帮助阮，少年阮是土粉所做，阮有侪侪的病痛，阮要为着已经开刀了后，得复健，得恢复。遮的兄弟来祈祷，无论是癌症，无论是跋倒手骨断去、骹骨断去，无论是目睭，主啊，你拢知，你甲因三甲伫地，互因伫底恢复、回诊，还是过来这线接所接受的治疗的过程。拢有主你的恩典，甲因三甲伫地。主啊，阮也感谢你，你有引带侪侪新的朋友来甲伫阮的中间，求主帮助，互阮有迄个基督的疼伫阮的身躯，会当互新来的兄弟、福音朋友，会当感受到教会的温暖。主啊，求你帮助，引带因头前的路站，互因伫咧认捌你的过程，有主你丰丰富富的恩典，甲因三甲伫地。阮也要为着过来教会做做事工，无论感恩节的礼拜、圣诞节的礼拜，还是阮牧师的上任式，主啊，拢求你引带。或者的准备的工课，啊，拢会当顺利。啊，阮所负责的同工，用一个听主的心，伫遮来办理遮的代志。主啊，阮嘛要为着阮家己的欠缺，阮的软弱，阮来为你求讨。因为人就要先亲近上帝，上帝才会亲近阮。阮就先求讨，
上帝就会怜悯阮。主啊，听阮有出声无出声伫你面前的恳求，愿你赐福，愿你恩赐。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咱来行平安礼吼，请咱起立，甲咱的厝边隔壁互相请安。咱来吟上扬的诗，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请张雅慧团队来祝祷。结束咱今仔的礼拜，主耶稣，感谢你，求你帮助阮，伫咧阮艰苦困难的时阵，阮有忍耐的心，知影会通将来有美好的结果。当阮快乐的时阵，也求你互阮望，知影阮将来有搁较大、搁较水、美好的满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让咱每一个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真侪密道。